Hello，我係 Y Y，歡迎翻嚟咧閱讀的日常物理學啊！喺進入 AI 嘅新世代啦，相信好多人咧已經習慣咗咧每日咧喺度刷手機啦、短視頻啦，睇一啲碎片嘅資訊，覺得咧自己都好似學咗好多嘢。我有段時間都係咁樣，但係咧喺演算法咧知道你中意睇啲乜嘢嘅時候咧，其實佢會源源不絕咁樣餵俾你睇嘅。相信大家都會感受到，真相係咧，你係俾緊呢一個時代咧洗緊我哋個腦啊！習慣咗直接吸收一啲嘢，唔會再主動過濾啲資訊或者做 fact check，長久落嚟咧，直接被演算法咧圈養咗我哋。講真，其實咧嗰啲短影音啊、啲視頻咧咁樣刷下咧，確實又係幾好睇嘅，因為勝在唔使用腦啊嘛，好似故事咁樣聽啦，咁所以咧可以瘋狂咁樣咧激發我哋嘅多巴胺。但係值得去諗嘅就係我哋人生咧往往唔開心嘅地方咧，就係因為太過依賴呢啲短暫嘅快樂。如果你每日繼續花幾個鐘頭去吸取呢啲叫做低級嘅廢料啦，當生活真係遇到難題嘅時候咧，你會發現咧你個大腦咧會選擇逃避啊。久而久之咧，你會發現連一啲芝麻綠豆嘅細事咧，都會變得咧比以前咧更加難應付噶。如果咧你都受夠呢啲咧被控制嗰種無力感咧，今集咧我好想推介咧大家咧去做一個刻意轉軌啊！一個平民嘅外掛，究竟係啲乜嘢可以幫我哋咧轉咗呢一個軌道咧？唔好再俾呢一個 AI 啊演算法去控制住咧，就係閱讀啦。喺度講多少少啦，究竟閱讀有咩好處，同你所嘅認知咧又一唔一樣咧？第一，佢係你大腦嘅皮質物理升級啊。當你深度閱讀嘅時候咧，你係強迫緊大腦咧建立一個新嘅神經網絡，直接提升你面對現實問題嘅時候個冷靜程度啦，同埋決策能力嘅。第二，佢係最平嘅頂級圈子啊！你唔使花好多錢啦，去同人哋打交道啊，去上流嘅社會去識啲唔同嘅人，就可以直接咧借用作者用咗幾十年佢撞板嘅經歷啦，換嚟佢嘅大腦幫你刻意咧過濾一啲高級嘅乾貨啊！今集最重點咧就係我哋要攞翻人生嘅主導權，必須要停止咧吸收嗰啲廢料，唔好再俾咧一啲演算法咧控制住我哋，重新咧重置你個大腦後台，做一個掌控者。如果你都準備好咧清空你大腦嘅垃圾，重塑翻你底層嘅過濾器咧，可以喺下邊咧 DM 我身份意識重塑，我會 send 啲資料俾你了解。我哋下期借腦升級再見。